来看宝林地市食物中毒案各个探析，全台湾计共有28例，台北市今仔个新增加6例，其中的1例伊无食鸡仔条，是食咖喱的料理，身体无爽快。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是表示讲，这个个案已经采检得化验了，嘛强调讲目前供应商的鸡仔条检验是拢无问题。宝林地市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一直拖到30下晡5点半，全台总计通报28例，包含2例死亡、5例伫加护病房、2例一般病房，19人等于厝休养，其中台北市是增加6例。再增加了6个案例，那这6例当中，5位已经离院，1位在一般病房。其中台北市一个37岁女性是伫宝林寮货店食咖喱冷冻，并啉茶了后出现落屎，想要吐，无食鸡仔条这食品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，个案已经接受采检，研判应该是无相关。动物专家严宗海是建议，包含咖喱调味料、咖喱灶店拢应该全面来化验。另外，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29客查远东百货 A13 美食街27间业者结果。12家业者是合格的，然后呢，3家当时是没有营业哈。那有3家有卫生环境的缺失，那另外9家业者呢是行政上的缺失哦。那如果他没有在我们限定的期限之内做改善的话，我们依照食安法可以开罚6万元以上到2亿元以下的一个罚款。台北市卫生局要伫1个月内对37间百货公司美食街全部来清查。另外，食材检验部分，王必胜讲，对家检验供应商下游10个鸡仔条样本，拢无验出比较群酸，暂时无扩大现象。远东百货甲大10大公司是公布，宝林地市信义店退钱的方式，3月17到3月25捌来食物件消费者3月1开始用到远东百货信义 A13 办理退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